上线上主日学的时候了。今天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敬拜小歌手颂典、颂约一起来唱这首《一闪一闪亮晶晶》。哇，谢谢那个颂典跟颂约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敬拜。那现在我们又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喽。今天雅婷老师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位是一位很特别的牧师哦，他是一位英国来的宣教师，还有他的太太伊丽莎白。那这位宣教师叫做李修。哇，这李修呢，他有很多的第一哦。这个他是呢，可以说是长老教会第一个牧师的身份来台湾宣教的。那他也是第一个用台语讲道的牧师啊，因为很多牧师来，他们不会讲台语，所以都是透过翻译人员来翻译。但是呢，李修为了让我们听得懂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他自己来学台语，然后用台语讲道。还有呢，他也是第一个用客家话跟我们沟通的一个牧师。那甚至到后来，他也是第一个到台东去宣教，而且在那边他就开始学原住民语来宣教的一个牧师哦。哇，这么多的第一，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那他呢，当初本来在1866年的时候，这个因为马雅各医生他先来台湾宣教，那个时候终于有人要受洗了。但是马雅各医师他不是牧师，所以他没办法帮人家施洗，也没办法举行圣餐，所以呢就把这个讯息送回英国去。那英国那边就赶快征召牧师来台湾，要帮这些愿意相信基督的人施洗。结果呢有一位叫做大卫曼森的牧师，他就很愿意就坐船。但是以前呢从英国来到台湾不是像现在这样坐
坐飞机可能2-3天就到了，他呢必须坐船要5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来到台湾。那当时呢 Dr. Mention 他在中途在中国南海的地方发生海难，所以就不幸死亡了。那这个讯息在传回英国的时候，小朋友啊，如果你是那个将来要当牧师的人，听到说有人去台湾宣教，可是呢坐船就遇到船难死了，那你敢不敢去呢？这个李修他非常勇敢啊，他就说好，我愿意去，我要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从英国这个搭船搭了142天来到台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在台湾的宣教故事。用生命回应呼召的李修。从小开始，我最大的志向就是在没听过恩主名字的地方传道。李修，1867年7月，李修牧师与妻子伊莱莎登上了一艘好大好大的船。港口灰蒙蒙的薄雾里，李修和伊莱莎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教会会友、主日学学生、同学、老师，甚至邻居、面包店老板和一些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都来送行，他们都哭了。李修和伊莱莎奋力地挥手道别，直到岸上的一切都变得好小好小。2个礼拜前，这些人才来参加过他们的婚礼，还记得在结婚典礼上，宾客交头接耳地讨论着：这对新人好特别，他们已经准备好遗书了。遗书？那不是死了的人留下来的信吗？是啊，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一路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在中国厦门转搭简陋的小船。幸运的话，5个月之后，他们就能到达目的地台湾。听说上一个派去台湾的宣教师被海浪卷走了呢。在李修的心中，台湾是冬季不下雪，绿叶不大转红，山很高很高，水很急很急，夏季又闷又热，蚊虫成群，狂风暴雨，四处淹水，竹林子里藏着猎人头的人，城市村里鸦片、庙宇、赌徒、抢匪是常见的景象，但是在那里也有很多人想认识马雅各的上帝。5个月后，李修和伊莱莎抵达台湾，马雅各给了他俩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惊讶地说：哇，伊莱莎有5个月的身孕了吧？马雅各，你果然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了。李修笑着回答。马雅各医生独自在岛上工作了1年多，他高大苍白，凭着神奇的手术、药物和奇妙的祷告，让很多人对他的上帝产生了好奇心。这个神不一样，他为了我们而死。神会死？不是啦，哎呀，你不懂啦。完全不懂的人和略懂一些的人聚在医馆里辩论，有时几乎要打了起来。马雅各心想，如果有一位牧师来解释这些难懂的事，该有多好。于是李修夫妇千里迢迢来到了台湾。李修发现，
许多人在家里祭拜各种神像，希望神明保佑他们发大财、赚大钱，同时又害怕亏待祖先会遭到灾祸。但是李修想告诉他们，上帝不是有求必应的神仙，也不是会诅咒人的神明。上帝给人勇气，不会恐惧；上帝给人爱心，互相照顾；上帝给人智慧，找到解药，不用迷信；上帝给人温饱，不多不少，刚刚好。信徒当中有澎湖来的青年，恶名昭彰的赌徒，聪明机灵的秀才，也有久病将死的老妇。有的人既勇敢又努力，有的反复陷入毒品和罪恶，有的则是心怀不轨。李修细心观察每一个人，教导训练他们。每个想加入教会、想受洗或想成为助手的人，都要明白，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72年1月，李修和伊莱莎期盼许久的另一位牧师马街终于抵达台湾。李修带着他参观医馆和宣道站。两个大胡子走在乡间小路上，村里的年轻人互使眼色，嬉闹着说：“还啊，搞啊！喂，你阿公来啊啦！”听得懂吗？李修问。当然听得懂啊，他们在笑我们。马街满脸通红，有些生气。李修说起一段小时候的故事。有一个非洲人走进他上学的村子，他和玩伴居然一起嘲笑这个黑人。长大之后，每每回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很惭愧。马街，你也曾经是个顽劣的孩子吧？李修说。马街想了想，气就消了。那年的春天悄悄地来了，大地在雷声中回暖。李修、马街和德马泰医师搭船北上淡水，参观马街未来要居住的地点。离开淡水之后，3个西方人与一群住在深山里的原住民一同步行南下。太阳缓缓地沉进山谷，妇女灵巧地捕了一篓子鱼，男人则是猎了一头鹿，升起熊熊烈火，在山林里煮晚餐。夜晚，3人睡在泥土地上，萤火围绕着他们，浓烟遮蔽了星空。原住民大声笑闹，高声歌唱，云豹和黑熊在森林里徘徊，群山间回荡着夜莺的啼声。李修睡不着，他听不懂那些腰间配着利刀的男人们在讨论些什么。他只知道，很多原住民族仍有砍下异族头颅的习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李修口里念着诗篇23篇，轻轻合上了双眼。隔天，他们来到一处平原，溪流穿过山谷，那里有数百只鹿，周围长满了桃子、李子和各种果树，散发着迷人香气。深山里的居民因为接受马雅各医生的治疗而认识了上帝。这些日子以来，李修训练的传道人也来到他们的村落里，教导他们聚会、读圣经、祷告。李修聆听每一个想受洗的人讲故事，
了解耶稣如何进入他们生命的过程，然后为他们施洗。回到打狗，李修和伊莱莎继续在主日学校里教导孩子们读书，学习圣经和科学。有一天，李修发现有一家人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太阳系的图，原来是学生为了跟母亲解释行星如何环绕太阳而画的。这位母亲听懂之后，就时常跟孩子们聚在图画前，赞美创造宇宙的上帝，开始认字读经，也教2个女儿念书。1873年6月，李修和伊莱莎的小儿子罗伯过世了。3岁半的他从未开口说话。小罗伯不会说话，常常令李修夫妇烦恼。他们想送罗伯回欧洲寻找帮助，却放不下台湾的工作。没想到，一场疾病就这样带走了他。这个伤痛混杂着怜悯。李修在信里写着。隔年，大儿子威廉也病倒了，伊莱莎赶紧带他回英国休养。李修在中国厦门目送他们上船后，独自回到台湾继续工作。1875年3月，李修从打狗出发，踏上了东部之旅。他搭的船又小又简陋，风浪一大就得躲进峡湾，花了14天才到达台东的宝山。迎接李修的是头目的妻子和一群妇女。在这个部落里，女人娶心仪的男人回家，财产也是由女儿继承。李修为族人们洗眼睛、上药膏、包扎，并透过翻译传讲耶稣的故事。这趟旅程结束后，李修训练的传道人来到台东居住，接续他的工作。1877年底，伊莱莎回到了台湾，将年仅10岁的威廉独自留在家乡。儿子不在身边，伊莱莎就跟着李修一同深入从未探索过的深山部落。他们发现，许多年前他们教导过的平埔族妇女和教会助手，已经来到这些山区里传福音了。这时候的李修和伊莱莎开始筹划男学校和女学校。他们知道，台湾人会教导台湾人，真理之火已经点燃了。1879年9月，李修在反复的热病中离世。39岁的他终于休息了。打狗山下，李修长眠在小罗伯身旁。隔年，伊莱莎成为台湾第一位女宣教师，独自留在这里，继续同主耶稣工作。愿每次遭遇急难时，恩慈、智慧和勇气降临。如果我们没有倒下，就会继续收割。李修。听了李修牧师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哇，这个李修牧师他来台湾，把他最年轻、最健康的岁月，11、12年的时间都奉献给台湾。一对英国来的牧师夫妇这么的爱台湾，甚至呢，李修他因为热病而死掉。本来呢，他的太太或是他们国家的人也希望他回家，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留下来。为了什么呢？
为了台湾有很多的女孩子没有机会可以上学，所以他就来争取说，希望英国宣教会可以帮我们成立一间专门给女生的学校。那所学校就在我们台南哦，那个就是现在的长荣女中。那当时呢，它的位置呢，因为需要场地，还需要人奉献金钱来买土地。伊莱莎师母呢，她奉献了300英镑来购买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在哪里？就是现在台南神学院的牧灵馆，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然后呢，所以那这个伊莱莎师母她也很认真，希望我们女孩子们都有机会可以来上学、读书、识字，那可以开启我们很多的智慧。那她呢，当时要求说，你来我这里读书的唯一条件就是什么呢？不要绑小脚。因为那个时候的女孩子还要绑小脚，可能女生呢在9岁或10岁的时候，那个脚要把它折断，很痛，让她没办法再长大，所以她脚就很小，因此她走路就其实会有问题，而且有的甚至可能会折断的时候会肿痛很久，搞不好都有可能变残废。但是呢，伊莱莎师母她看到我们这边的女生受这种苦，她实在很舍不得，又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她就为我们办了这个女学。那办了这个女学，你来呢只需要缴2块钱台币，1学期的伙食费所以她真的很爱我们那你看了这2位牧师夫妇，他这么爱台湾，那小朋友，你爱我们台湾吗？你要不要也像他们这样子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是用双脚走路来认识台湾这一块土地跟人民。你是不是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呢，在你家的周边去走个3-4个小时，认识一下你的生活周边的土地跟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李修牧师以及伊莱莎牧师娘来到台湾，为我们介绍上帝，介绍耶稣，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主你的孩子，也让我们的人民可以有机会识字读书，来开启我们的知识，更感受到从这么遥远的欧洲的人，他们从来不认识我们，也愿意因为主的关系，将你的爱来带到台湾这个地方，这个比他们的居家环境还要偏僻没水没电的一个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他们都愿意来到这里来爱我们，愿意为了爱我们来学我们的语言，要跟我们沟通，要介绍上帝你给我们认识。所以主愿主你也能够让我们将这样的爱继续传承，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将主你可以介绍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享受主你要对我们的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奉献，我们用实际的行为来感谢上帝，他差派他的仆人，让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爱属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赐给主日学孩子们帮助的灵，在家中帮助父母常做家事，在学校帮助老师专心学习，在教会帮助朋友认识耶稣，照顾幼小。主啊，当主日学的孩子们在难处中，也求你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在帮助人中学习爱与怜悯，体会施比受更为有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成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22章10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成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22章10节。